小细胞肺癌互人合做癌王是真恶治疗，大部分的病人活袂超过1冬哦。但台北医甲外国团队研究就发现讲，小细胞肺癌家己有神经发电的能力，造成癌细胞会快速增生。团队表示讲，治疗肿瘤就亲像跳维根，就爱断水断电哦，来当来阻断血流甲电力，得当来控制癌细胞。这成果嘛，刊伫国际权威的期刊《自然》顶头。 肺癌是死亡率上悬的癌症，其中小细胞肺癌上好治疗，平均存活率无到1年，互人号做是癌王。在台北医外科部团队甲英国 Francis Crick 研究院合作，发现小细胞肺癌甲其他的癌细胞无同，伊会自主产生电生理信号，互小细胞肺癌免靠外部神经刺激，就通生团而且转移。我们以前会认为说，如果你是因为血流或者是 电刺激，那我们好像就是外部的供应，我们只要把它断水、断电，癌细胞应该就可以受到控制，不再成长。可是小细胞肺癌就是例外，我们发现说，它事实上可以自己产生电刺激。专家解说，过去认为癌细胞生长就要靠外部的血、甲外部神经刺激才会当生长，但是即阵甲外国团队的研究发现，小细胞肺癌会自主产生电生理信号，亲像大脑下命令，就会互肿瘤恶化。加在研究团队也找到方法，透过刺激毒素来压制小细胞肺癌的电生理功能，发现会当降低肿瘤生长的能力。就是小细胞肺癌它会产生电气活动，然后那这种如果我们让它发电更频繁的话，它就会变得更恶性。那如果我们抑制它的发电的能力，就像可能大家用一些药物去抑制不正常的心脏放电啦、大脑放电啦，就是这些药物它们可以对小细胞产生某一些治疗上的功效。那所以我们就觉得，会不会以后有可能我们可以用一些治疗其他科的药物来治疗肿瘤？在台北医甲外国团队的这个研究成果，也上自然国际科学期刊。研究团队表示，这个研究成果为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打开新的方向。摩迪卡未来治疗样型、心律不整、破心，这个控制细胞发电能力的药物，也通加做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新药物。记者郭文正、准由台北报道。